在生活中塑膠的食品包裝是太多家大家攏會使用，有環保團體就針對市面上賣囡仔食的副食品包裝來做調查，發現講有8成的產品攏是塑膠包裝，甚至有囡仔用쓰的果汁，喙攏會直接去接觸到塑膠，一袋是有超過1萬的微塑膠粒仔。環保團體就呼籲政府應該要全面來檢測幼囡仔食品的包裝，改善食安法食品包裝衛生的標準，來確保囡仔食食的安全。塑膠的食品包裝是太多家，親像塑膠乾仔、塑膠螺仔等等。不過歷史和平經過檢驗發現，親像幼囝食的副食品，會有這款掛喙仔的塑膠螺仔，包括內底迄個塑膠膜仔。有驗出微塑膠，甚至有產品是每一袋都有超過1萬個微塑膠的微粒。大家攏當作講這敢是一種材質爾，啊，毋過其實咧，這內面甲拆開會使看到吼，這毋是干那鋁箔爾，這內面閣有塑膠的成分。啊，這點塑膠就是阮這屆研究的重點。這點塑膠呢，是甲咱去菜市仔內面買菜的時陣用的迄種塑膠盒仔。紅色、白色的迄種塑膠盒仔是同款的材質，所以嘛是會使講，你的囡仔其實都是用塑膠袋仔來啉因的副食品。有醫生用研究指出，高劑量的微塑膠確實會增加發炎的反應，傷害動物的器官。建議用玻璃等材質取代較安全。嘛有專家表示，台灣目前食品包裝的資訊無夠透明，政府應該要參考先進國家的做法，針對食品包裝的材料甲添加物建立管理的標準。在動物實驗，我們知道說微塑膠它會帶來動物器官的傷害，傷肝傷腎，增加氧化壓力、發炎反應。然後增加癌症風險。那所以真正的風險管理，就是說我們不要只有驗成品，因為我其實有時候就是只是針對某一些化學物質去做管理。那其實現在在你各位可以看到，在這些先進國家的時候，他們其實都已經朝着所謂正面表列的制度前進。環保團體也呼籲衛福部食藥署應該須建立風險評估的機制，專門檢測幼兒食品的包裝，嘛要改善食安法當中食品包裝衛生的標準，趕緊把制度的空隙補起來，確保囡仔食食的安全。記者桂玉、記者桂林台北報道。